搜救犬伫咧重大灾难以及紧急救援任务中具有关键角色，会当早期发生生命迹象的能力，会当有效提升抢救效率。市民吴松琪、苏秀梅以及吴玉珍共同关进一台搜救犬运输车。21号欢喜举办启用仪式。鸣警报器，此时强大的警笛声代表新生绿军正式加入消防。感谢我们吴氏家族，他们捐献了这个我们搜救犬的运输车。其实搜救犬在搜救活动行动中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他们能够凭借他们敏锐的嗅觉，还有所受的训练，能够发现这个待救援的人。这有时候争分夺秒，分秒必争所以说这非常重要。因此呢，他如何维持他们在最好的体能状态，这是我们这个运输车的目的那现在我们坦白讲，我们的这个经费都受影响这个一般补助款也都减少了，所以说那这是吴氏家族他们捐献了这个搜救犬的运输车，就变得非常重要。上局表示，搜救犬是各类灾难现场不可欠缺的战力，而搜救犬运输车更是维持犬只体力甲表现的重要资源设备。政府经费有限，民间资源投入就极为重要。这次捐献也展现了社会各界对着救灾工作关怀甲支持，将会当进一步强化台南市的救灾能力。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